耶利米书32章第1节到第3节下段，第6节到15节。第1节，犹大王西底家第10年，就是尼布甲尼撒统治巴比伦第18年，上主对耶利米讲话。迄时，巴比伦的军队包围耶路撒冷，先知耶利米互人关伫犹大王宫的监狱。犹大王西底家甲先知耶利米关伫。第6节，耶利米讲：上主甲我讲，你的阿叔沙龙的囝哈拿密会来你遮，甲你讲，请你甲我伫阿拿突迄区园买转去，因为你是我的至亲，有权利赎回。阮阿叔的囝哈拿密果然来找我，甲我讲，请你甲我买我伫便雅悯地区阿拿突迄区园，因为你有继承的优先权，请你买。我就知，上主确实有甲我讲话。我就用193公克的银，甲我的结拜兄弟哈拿密买迄区园。我伫契约书签名放起来，请人来做证人，称银互哈拿密。我照法律的规定，将封捌甲无封捌的买卖契约书，当我的结拜兄弟哈拿密签名的证人，甲伫监狱内的犹大人面前交互马西亚的孙尼尼亚的囝巴录。我伫因的面前交代巴录，讲：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上帝安尼讲：将封捌甲无封捌的契约书，拢收点灰器内面，长期保存。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讲：将来人会搁伫即块地买卖厝体、田园甲葡萄园。